咱大家所在，从这几年来，主持咱台中一个主持建设，就是你建设，做建设，非常的多。我话大家做香港嘅諗法，即係調嚟講埋啲咁辛苦，所以我講這是全省我們全市之內強認真或者唔強嘅大家這兩個是唔應該不好，所以剛才工人講來大家唔對喎，為人講，你好唔好？前幾分鐘啦。上一次為中國人民革命的活了嘛？在市場嘅情況啦，我講咱台中市之前為中國人民這個說民主啦，而且在此祝福咱所有嘅選民大眾，來建員工是屬於祝福所以去處理上。健康平安快樂相在。